因为阮遮有2间学校，一间二水国中，一间原泉国小。国中啊，遮的学生囡仔要买一个文具，拢要走到3、4公里。啊，你若看50、60年前，3、4公里对因来讲足远的呢。对啊。所以即个郑妈妈吼，知影讲遮的囡仔要读册要用啥文具，爱用着。嘿，所以伫遮就开一间文具行。哦。啊，每工伊拢开到10点。啊，你知影啥开到10点无？因为咱有当时学生囡仔吼，日时拢爱佚佗无，暗时较来写功课无。啊，写功课的时阵较知影讲啊。明仔无水啊，无水啊，伊拢开到10点，10点就好遮，有当时遮囡仔也要买需要遮文具，就会来甲遮。所以当初那摕开文具行的原因就是安尼。对，但是伊12年前过身的，过身嘛真感谢伊讲为对遮的贡献啦。足侪人的生活记伫啊，伊拢会放一罐糖啊，文具行哪会咧卖糖啊？是要嘿啊。嘿啊，其实较早要食一个糖啊，足困难的。足困难，所以就放一个糖啊吼，阮就会趁伊无注意的时阵。天一了吧？嘿，啊，其实伊拢看会到啦，伊拢知影啦。哦，准拄好就对。嘿，啊，伊就知影阮无糖啊他食，阮这善良人无糖啊他食。其实他很佛心，很照顾阮家。人来较好吼。所以阮就延续落，变得阮的完全的讲故事的所在。有。